基美学中心增加第二套自动化检测 COVID-19 的实验室，伫6月15号正式启用。针对如果若有伫社区感染，还是伫工厂内底感染的案件发生时，会当提供更较安全的筛检。自动化实验室是用货柜来去设计，除了供电设备独立以外，咧装甲听的过程中嘛更较方便。伫咧机动性的方面相对提悬，透过增加自动化的设备，一方面会当提悬医疗的效率，同时嘛会当降低医护人员咧采检时阵的风险。我们的医检师呢，在执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呢，必须全副武装来保护好自己。那为了让我们的医检师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，那奇美医院特别跟工研院合作，那建制了这一套货柜组合式微负压高通量全自动核酸检测实验室。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病毒的这个检测呢，可以一站式的完成，那保护我们的医检师的安全。也让我们这个在分散风险情况之下呢，有更好的能力的储备，让我们这个检测呢可以更完美、更快速。工业技术研究院表示，经济部伫咧109年疫情爆发的时阵，就全力支持开发防疫的相关科技，即摆提供高科技的检疫设备，希望透过科技来保护医护人员，嘛预防伫病院内底感染的风险。希望大家当携手做伙来守护台湾。经济部在2020疫情爆发之际，就以技术处科专紧急防疫研发专案，支持工研院开发相关的防疫科技，以科技护卫台湾防疫最前线。在5月中全国疫情紧急升温后，工研院也在第一时间协助医护人员做最好最完善的防护。伫6月27号，台南一天增加8个新冠肺炎的病例，伫遮要甲大家提醒。疫情确诊人数虽然有咧降低，但嘛是阁有真侪不确定的因素，可能阁藏伫咧社区中，所以大家嘛是要继续努力来防疫，共同来度过这摆的难关。台南新闻林根由平原采访报道。